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0年9月1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，37到45节。出来及记第16章22节到30节。马太福音19章23到3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信仰的难题。信仰毋是一条容易、真简单行的路啦吼。虽然咱咧讲上帝救恩是白白得来，还是讲白白互咱的，但是信仰是一个历程啦吼，必须爱坚持到上落尾的一个时间，才会当算完成。整个的信仰的历程的中间，咱会拄到侪的难题，亲像咱伫昨讲到出来及记。以色列人所拄着一连串的困难同款，伫迄个过程的中间，基督徒所要学习的，就是讲要安怎全然来倚靠上帝。咱咧讲放手互上帝，完全放手是一种的即个信仰的实践，也是讲信心。亲像咱昨分享内底讲到顺服的功课同款。咱逐个伫咧带囡仔的这中间，咧教养囡仔的中间，咱拢有安尼的经验。当囡仔拄着一个通惊的困难的时阵，有伫迄个环境的下面，就会伸手来牵大人，或者是牵迄个伊所信任的人的手。这个时阵，无论大人安怎来带领，安怎来甲伊带，去啥物方向。这囡仔就会安尼真乖来跟对咧做吼。但是，一旦这个囡仔家己放手，无愿意跟对的时阵，伊就需要家己去面对迄个互伊的条件或者的环境家己爱去承受啦吼，迄个后果。相款伫信仰的路也是安尼啦，咱需要学习。互上帝来牵咱的手，完全对着上帝的带领的方向来行，也是讲全然的顺服啦吼。顺服其实是信仰中间上大的难题。今仔日咧出来及记16章的经文，甲咱讲到迄个吗哪的问题，因为以色列人连迄上简单的顺服。伫这项代志顶悬也做袂到，是毋是上帝已经交代摩西，甲以色列人应讲有应允、有保证、有准备，但是以色列人犹原心内不安，输伫迄个惊吓顶悬，然后就无顺服，所以因第7天佫走出去找吗哪。经文安尼甲咱讲第7日百姓中间有人出去捡。也找无啦吼，所以因此因得罪上帝，也是讲咱应该讲以色列人因为家己面对困境的时阵，放弃原本上帝所牵的手，然后就转来到原来的样式。因家己需要去面对家己的困境，甚至有可能佫较严重。出来及记16章经文继续甲咱讲。耶和华对摩西讲：“恁毋肯守我的命令，我的律法，要到第时啊！恁着看，耶和华已经将安息日赏赐恁，所以第6日互恁2日的美牛。第7日人逐人着踮家己的所在，拢毋通出去。”这英文讲啊真清楚吼。这个时阵，以色列人才开始来乖乖来守安息日的规范。真有可能是因为安尼典故，所以到落尾以色列人守安息日守到安尼真有错误安尼啦吼。咱有机会再佫来讲安息日的代志吼。以色列用选民来看家己。用大囝来看家己，好像亲像所有的福分拢是因的，别人要得到福气，也着爱经过因的同意。敢真正安尼？
这是上帝的心意吗？当然毋是啦吼。咱已经讲到创世记12章第1节到第3节，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呼召的代志。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上重要的目的是要互万人因为伊来得到福气。另外，咱伫讲到出埃及记第12章，因出埃及的即个人数统计落尾，第38节，12章的38节咧讲有济外族的人甲牛羊对因做伙出去。上帝嘛拯救遐个非以色列人出埃及。旧约圣经的中间有济摆记载外邦人蒙恩得救的事。伊在甲咱讲，只要愿意接受上帝的人，就会当领受着上帝的救恩，也是讲是上帝拯救的对象。当然，最上重要的就是爱顺服。无论是甚物人，只要顺服就无顺服，伊就会失去迄个保守啦吼，会离开迄个救恩啦。马太福音19章第29节到30节的时阵，圣经耶稣基督安尼甲遮个人讲：竟然为着我的名放杀厝体，也是兄弟姊妹、老爸老母、囝儿，也是田园，要得到百倍，来承接永活。总是大声的济，要做落尾，落尾的要做大声。顺服的确是一个信仰最大的难题，一旦失去顺服的心，就会失去迄个救恩。耶稣基督佫讲，总是大声的济，拢要做落尾，落尾要做大声。无愿意顺服的人，伊伫信仰的道路顶悬，就要来做伫落尾，然后遐全然顺服的人，因就要走伫进前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0年9月1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到第6节，37到45节，出埃及记16章22到30节，马太福音第19章23到3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信仰的难题。信仰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哈。虽然我们说救恩是上帝白白的赏赐，是我们白白的得来的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信仰是一个历程，我们必须在这个路程上面走到最后一刻才算是完成。在整个信仰的历程当中，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难题。我们昨天谈论到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所遇到的一连串的困难，这就像我们的人生。而在那个过程当中，基督徒所要学习的就是如何全然的依靠上帝，或是我们说怎么样学习完全的放手给上帝。完全放手是一种信仰的实践，正如我们昨天分享到的那个顺服的概念感一样这样的功课。我们在家里带小孩子的时候，或是我们在教养小孩子的时候，会遇到这样的情形，就是当小孩子遇到一个让他害怕或是困难的环境的时候，他会伸手出来抓那个大人，或是让他很信任大人的手。这个时候无论大人如何的带领他们走到任何的方向，这个时候的小孩子都会很顺服的顺着走，跟着做。一旦这个时候小孩子放手了，或者是他不愿意再跟随了，或是他就自己跑掉了，他就必须自己去承受那个后果。相同的，在信仰的道路上也是如此，我们必须学习让上帝来牵我们的手，完全跟上帝所带领的方向走在一起，这是完全的顺服。而顺服事实上是信仰最大的难题
今天的出埃及记16章的经文又提到那个玛拿的问题，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面呢，他们是连最简单的顺服都做不到。上帝已经交代摩西，告诉他们上帝应许啊，有保证啊，而且有预备啊。可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信心仍然败在心里不安这件事情上面，所以他们又在第7天的时候，跑出去找玛拿。经文这样的记载，到了第7天，有些人仍旧出去找食物，但是什么都没找到，也因此又得罪了上帝，或是说我们应该说以色列人因为这样的困境的时候呢，放弃了原来让上帝牵手的这样的关系，又回到原来的模样，自己需要面对自己的困境，甚至可能更严重。出埃及记16章继续告诉我们，上主对摩西说，你们到现在还不肯遵守我的命令吗？记住，我是上主，我给你们1天的休息，为了这个缘故，我要在第6天给你们2天的食物，到第7天，每一个人都必须留在家里，不准出去。在此之后，以色列人开始学习乖乖的谨守安息日的诫命规范。或许也因为如此，他们才又把这个守安息日的诫命给误解了。那么有机会我们再来谈有关于安息日的事情。以色列人时常以选民自居，以长子自居，好像所有的福分都是他们的，或是说别人要蒙福也需要经过他们的同意一样。真的如此吗？这是上帝的心意吗？当然不是。我们已经提过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3节的经文，关于亚伯拉罕受呼召的时候，上帝呼召亚伯拉罕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使万人因他得福。另外在出埃及记的12章38节，我们也提到了，在统计出埃及的总人数之后，后面加了这句话，他说许多外族人和牛羊也跟着他们一起走。所以上帝拯救了以色列人跟非以色列人都出埃及。其实在旧约圣经当中有许多记载的外邦人蒙恩得救的事情，再的告诉我们，只要愿意接受的人都是上帝拯救的对象。当然这个当中最重要的功课就是顺服，所以无论是谁，只要愿意顺服就会得救恩，只要不顺服就会失去那个保护，离开救恩，就像前面我们举的那个小孩子的例子一样。马太福音19章29节30节这样说道，耶稣基督说，无论谁为了我的缘故撇下他的房屋、兄弟姐妹、父母、儿女或田地的，就都要得到100倍的酬报，并且要得到永恒的生命。但是有许多在先的将要居后，居后的将要在先。顺服的确是信仰最大的难题，一旦我们失去了顺服的心，就会失去救恩。就像耶稣基督说的，这个有许多在先的要居后，居后的将要在先。不愿意顺服的人就会在信仰道路上落后，那些全然顺服的人就必超前。